不是皇宫里的人吗？怎么来我们府上了？哇，这不是双喜诞场衣吗？看来这是马上要立嫡附近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妹妹尝尝，姐姐沏的这茶呀，你可喝得惯？姐姐的手艺还是那么好。妹妹要是喜欢啊，姐姐以后天天沏给你喝。方才听工人说送来了场衣，姐姐还不赶快去试试，看看尺寸合不合适？我看那场衣，倒也挺合适妹妹的，不如妹妹也去试试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项目，你我各取所需。我就不是了，这衣服虽然华丽，但太重了，不适合我。姐姐尽管试，三阿哥回不回府，这事儿不是早就定好了吗？好，那姐姐听你的。小主，那场衣您真的不再试一下了？如今你已赢得三阿哥的心，哪怕家世拼不过他，但只要试试手段，那嫡附近便也是您了。可若您一旦让出去，那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。这个剧本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结局，我不希望是玉石俱焚的，就以我和三阿哥的爱情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吧。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，舒妙能够创造出苏淼这个角色，确实优秀。舒妙？什么舒妙？小主您说什么呢？总之，我们有一种棋逢对手、势均力敌的快感。新时代的女性若还在书里为男人搞撕破脸那套，也太落伍了。我应该让角色有别的出路。奴婢读书少，更听不懂了。这段时间我不在府上，你和苏淼相处的可还好？没有受委屈吧？没有，姐姐待我很好，很照顾妾身。那就好。苏淼她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什么事都会想得很周到体贴。来，多吃点。三阿哥，这儿幽静无人，您邀我来这儿用膳，可是有话要说。也就那么一两句。月儿，我一直都专注学业，处处遵循皇阿玛和额娘的心意，也从未遵循过自己的心意。我与苏淼虽是青梅竹马，但那也是额娘从小撮合的。直到我遇到了你，我的内心才泛起了涟漪，也才真正让我有了存活在这世上的感觉。所以呢？想必你也见到了宫里的人。皇阿玛想让我尽快册立嫡附近。说了这么多，还不是为了告知我，你心里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了呗？啊，皇阿玛已有立我为皇储之意。这嫡附近以后就是后宫之主，责任之重大，管理之辛苦，我怕你承受不了，所以……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三阿哥说这番话，不就是为了让妾身放弃吗？您大可直言，不用顾左右而言他。难不成若妾身说不怕苦不怕累，您就能把这嫡附近给妾身了？既然你不介意，那就太好了。原本我还以为你当了嫡附近，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般自在了。早说不就好，浪费我一晚上的时间。等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般自在了？上一句。原本我以为你当了嫡附近。等，三阿哥，你让妾身捋捋。现在这意思，这嫡附近是我的。是啊，我想好了，你就是唯一的嫡附近。我？等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
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般自在了？上一句。原本我以为你当了嫡福晋。等，三阿哥，你儿妻身屡屡，现在这意思，这嫡福晋是我的。是啊，我想好了，你就是唯一的嫡福晋。我啊，姓高，名新月。三阿哥，妾身刚刚说的都是气话，这嫡福晋责任重大，对于妾身来说，确实有点过于沉重了。无碍，有我在，自会帮你分担的。其实也不是分担不分担的问题，你看姐姐出身正嫡，身份尊贵，与你亦是青梅竹马。苏淼再好，感情也是无法勉强的。若嫡福晋只有一个，我心所属便是你。不行，这我们才刚刚认识多久呀？这不合适，不适合嘛？怎么不合适？哪里不适合？是我，三阿狗，妾身有个不成熟的小想法。若您这嫡福晋真非我不可的话，不如咱们搞个双福晋如何？高新月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百般推脱，莫不是对我有了二心？啊！完了！小主，这是苏小主送来的点心，说请您尝尝。这苏小主啊，还真是用心，专门问了奴婢您的饮食喜好，才做了这点心。哎呀，这做了一宿，看着就好吃。他本来想亲自给您送来，但又去试了厂衣，尺寸有些不合适，还得拿去改，这才让奴婢给您送来呢。小主，快过来尝尝吧。不能抢他的嫡福晋。小主，来得及，只要再跟三阿哥解释清楚，事情就一定还有转机。苏淼，话说你我认识多久了？10几年了。其实我一直对你心存感激，府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在帮忙照料，你一直都做得特别的好，无论我做什么决定，都会支持我，包容我。都是分内之事罢了。那嫡福晋一事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别说了，三阿哥，我求您别说了。我立高新月，想必你不会介意吧？你为我操劳了那么多年，早应该好好歇息了。嫡福晋这种苦差事，我原以为又要让你勉为其难了，谁曾想，月儿她说，愿意不让姐姐受累，而吃这个苦。起初我还挺纠结的，但她这么一说，我倒是释然了。这下该如何是好啊？快喝呀，不喝茶要凉了。姐姐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真的没有争取过嫡福晋。事已至此，你想怎么办？我会跟三阿哥说清楚，我不想当嫡福晋。那要是三阿哥非让你当呢？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你死了，就是最好的办法。不行，一定要再想办法解除这个误会。人逢喜事精神爽呀！菜炒送你上刑场。哟，这马上都要当嫡福晋了，还这么大火气？难道是你从别人手里抢来的不成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你三哥这决定来得太突然了，我都还没准备好呢。你俩都这关系了，还有什么可准备的？闭嘴！快帮我想想，
能不能让你三哥别让我当嫡福晋了呀？有办法呀，写封休书，说你想跟我在一块儿。你别闹了，你快点去帮我劝劝你三哥吧，让他再好好想想。你可真有意思，以前你一门心思想靠近我三哥，现在得逞了又想逃跑，难道你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我这儿有一份京城中待嫁闺中女子的名单，本来想和你分享的，现在看来无缘了。想来也是许久没去三哥那里谈心了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再帮你一次。他答应了，你怎么跟他说的？怎么跟他说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他想通了。既然你这么不情愿，他也不愿意勉强。他说了，今天晚上让你在屋里等他，他自会当面跟你说清楚。六阿哥，大恩不言谢。哎，女人呐。六阿哥慢走，六阿哥再见。哦，下次我做饭给你吃。还没亲自恭喜你啊，妹妹。姐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是吗？那我应该想成哪样？一面做着背信弃义的事，一面还要我给你喝彩吗？我真的没有主动争取过嫡福晋，我已经托六阿哥跟三阿哥说清楚了，三阿哥今晚就会跟我说定此事。我要姐姐来我屋内旁听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我真的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背信弃义之事。最好别让我知道你在耍我。姐姐先在这休息一会儿，待我跟三阿哥说清楚，我们三个人一起谈之。六阿哥都跟您说清楚了吧？妾身是不想做嫡福晋的。之前我不明白，六弟说完，我就懂了。怪我，是我太冲动了。没事没事，都怪我没有跟你解释清楚，让你误会了。现在误会解开就好了。现在我有个特别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先等等，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对你说。多亏六弟提醒我，嫡福晋那么重要的事情，口头说说怎么可以？我连点诚意都没有表示，也难怪你不答应。这个是我亲自挑选的，不知道你的喜好，你别笑话我。哦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额娘留给我的，让我送给未来的嫡福晋。月儿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嫡福晋？无论如何，不离不弃。你若不答应，我就一直跪在这儿，直到你回心转意。月儿，你有在听吗？谁？苏淼。是你让他提前在屋内等的，是吗？你就是为了告诉他，立嫡福晋是我的主意，与你无关，是吗？你为什么那么在意他的感受？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为了他，就可以让我被煎熬，让我受折磨？三阿哥误会了，我应该早跟你说的。其实，我跟苏淼私下做了一个约定，为了和平相处，我答应把嫡福晋让给他，他也承诺我不会干涉我跟三阿哥相处。这都是什么道理？夫妻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是你和我之间的约定，与第三个人有何干系？我自然也是想没障碍的跟三阿哥相处嘛，不然也不用答应这样的条件。
只是三阿哥，苏淼毕竟是你重要之人，你也不愿意看见我们因此撕破脸吧？况且，我也确实不想这背信弃义的罪名落在我身上呀。知道了，这事儿交给我来处理吧。怎么处理呀？你好些了吗？劳烦三阿哥惦念了。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的姐妹盟约。月儿她也不想因为当了这个嫡福晋而背信弃义。我见她如此纠结，所以……三阿哥，有多久没来妾身这儿喝茶了呀？也是，皇上有意立三阿哥为皇储，三阿哥忙于社稷，自是无暇顾及妾身。还是你理解我。林红，你我自幼相识，那时候你额娘还不是贵妃，我阿玛也未立战功。我以为我们会像寻常夫妻一样相伴终老，以后也仍是可以的。无论你当不当这个，嫡福晋就是皇后。我能以善心待他人，可他人也能以善心待我吗？若你真的担心这个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以后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，可以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只能祝福你们了。三阿哥，那妾身可否再提最后一个要求？一定满足。小主，苏小主邀您和三阿哥明早一同去射箭。你怎么看？奴婢总觉得有些蹊跷。舒妙看过我的剧本了吗？啊，看过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整体挺好的。你说实话。他说有点平淡，不过这也不是问题啊。他还说了，只要加一个强力的反派就可以了。什么叫强力的反派啊？就是那种不择手段也要当上福晋的那种吧。我其实也没太懂。如今三阿哥已经铁了心的喜欢您，那如果苏小主真的要当嫡福晋的话，那唯一的可能就只能是对我下杀手了。三阿哥吉祥。月儿，一夜之间，你怎么虚弱成这样了？刚来月时甚是难受，不过我可以坚持。不行，我不许你去射箭了。那岂不是扫了姐姐的兴？谁都有身体不适之时，她可以理解的。三阿哥，你若走了，府里就只剩我一人了，我有点害怕。你能不能留下来陪我啊？我把长乐留在府上，没有人敢伤害你。苏淼难得提要求，就这么服了他，终归是不太好。嫡福晋一事，我可借机再劝导劝导。好吧。我的嫡福晋可是吃醋了？哪有？你好好去吧，快点回来。去王府门口守着，保证嫡福晋安全。是。小主，
赤兰，按计划行事，检查所有门窗，不要让人有下迷魂香的机会。锁住各个重要门道，防止刺客冲击，确保信鸽有效。一旦出现危险，第一时间放出。苏淼，既然你要下杀手，那我也只能奉陪到底了。小主，三阿哥让人把场衣送来了，先让您试试。苏淼还未出招，这衣服穿不穿得上还不一定呢。您就安心试吧，明天进了宫，您就是嫡福晋了。等三阿哥成了皇上，那您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了，应该高兴才是。你怎么知道三阿哥就一定是皇上？那还用说吗？那皇子之中属三阿哥最拔尖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那肯定是三阿哥呀。意外？糟了，有危险的不是我，是三阿哥。你究竟为何要这么做？对不住了，三阿哥，我就是要当未来的皇后。如果你铁了心，非要立高馨月当未来嫡福晋的话，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你疯了！你就是杀了我，你也当不上皇后的。以我的家世背景，杀了你还可以扶持别的皇子，到最后，赢家还是我。动手吧！住手！放过三阿哥，你冲我来！月儿，你别过来，这里危险！苏淼，这本就是你我之间的恩怨，你能不能不要伤害灵狐？哼，你以为我想伤害他？我又何尝不想与心爱之人白首偕老？我知道灵狐不钟情于我，但进王府是父母之命，我没得选。在这没有爱情的王府里面煎熬，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的信念，就是成为皇后了。如果没有你，明天我就是嫡福晋了。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我们不用这样互相伤害的苦情戏码，一定会有更好的结局的。妹妹的胆识和智慧，都让姐姐我好生欣赏。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根源就是她。不如我们把她杀了，然后一起浪迹天涯，可好？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根源就是他。不如我们把他杀了，然后一起浪迹天涯，可好？做个了断吧。要么跟我离开，要么随他赴死。苏淼，你真的疯了！我没疯。我只恨生不逢时。若有一朝，女人不用依附男人生存，可以自己选择婚姻、爱情，该有多好！对不起了，姐姐，灵狐是我心爱之人，我必须去救他。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不要！我给过你机会的。月儿，三阿哥，大胆俗世，竟敢伤害皇子，我杀了你！长乐，饶他一命，就地流放吧。不用三阿哥可怜我，事情既然已经败露了，我自知犯下的是诛九族的大罪，还望三阿哥念及旧情，饶我家人一命。
素描。素描。高新月，你要说什么？我得不到的，你必想要。小心！保护皇子！月儿，月儿，你坚持一下。太医，快传太医！来不及了，来得及的，一定来得及的。你还要参加我们的大典，你还要做我的嫡福晋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的。萨阿哥，别伤心。我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过客，现在故事结局了，该回到现实了。我不允许你胡说，你不许离开我，我不让你走。若不是苏淼，原本高新月应与你相伴一生，如今打成平手，我尽力了，虽未圆满，可是让我提前体会到了跟你在一起的情景。别为我伤心，我们很快会在另一个时空相见的。不要，不要，月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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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好，我是人事部佳琪。今天呢，我们的直播间请来了3位金光闪闪的同事，他们分别是项目的发起人何连红、编剧高新月、编剧舒妙。他们俩呀，刚刚获得了原创剧本大赛的金奖。先恭喜2位大编剧啊！你们设计的这2位女主角啊，一个是求而不得，一个是为爱牺牲。哎呀，真的是非常凄美悲壮呢。我想问问你们，第一次合作就获得了金奖，有没有什么想对彼此说的呀？没想到高新月竟然被你写到了最后。我也没想到，苏淼竟然被你写成主角了。哎呦，那2位真的是很厉害呢。哎，我想问问高新月啊，都到交稿日了，还从总公司撤回又修改了一版，这个创作过程想必也是非常的激烈吧？那想必是十分激烈了。哎，我想问问舒妙，你们下一次合作的项目是不是也在筹划了？哎呀，这个2位真的是非常的默契啊！哎，我听说啊，这个项目马上就要投拍了，何大帅哥功不可没呀！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呢？首先呢，特别感谢大家对这个项目的支持，能够取得今天的成果，都是这2位的功劳。所以呢，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些特别的话想要说。这也太有心了吧！这么好看。哦呦，何大帅哥可真厉害哟！不会我们美丽的婉柔妹妹也要进你的项目吧？才没有啦，人家已经进了0号哥哥的项目组了。我们今天来呢，是为师兄加油的，各位姐姐也要加油哦！加油，林红，你该不会是要表白吧？其实这段时间我和他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。虽然创作的过程很辛苦，但是也给了我们很多一起独处的时间。我们相互陪伴，相互关心，互相鼓励对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他在我心中的分量是那么的重要。我也突然意识到，其实我对他的情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。新月，谢谢你。如果当初
你不答应跟我一起推进这个项目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也不会与树庙重逢。我早就觉得你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了。高新月啊，哎呀，你这个红娘啊，当的也太棒了，什么时候帮我也撮合撮合呀？树庙，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？那就让我们一起为灵魂和书庙加油吧！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！